price 個個愛。天願勁爆期待你哋到訪，揀選你所愛。你個家微影像不蓋障礙霧海，間房分落似棺材，為你揀適合地句語加扮藤雨台，騰出更多位法外。我突然地講，在牆上起舞撞開四面台，在句裏細心，在飯廳洗菜，接床是結合熱情接台。你當你被求個詩必須要揀下，買正常嘅大床地方，剛好夠放馬。其實我係臨時，我似重重機吧，整合上到優雅，怕佢問句人是嗎？改變尺碼，OK冇問題，太顧家就攞埋訂啦。要知我別再只是錯怕。情地唱吧，別迷茫馬蹄路中唱得差。先生，先生。唔好意思啊，麻煩你落一落翻嚟啊。點解？啊，我哋呢度咧全部都係 display 嚟嘅，咁就唔 suppose 你會擒上去嘅。唔緊要，你着翻對鞋先啦，我再 call 食 Q 送你走啊。點解食 Q 送我走？因為送你翻屋企啊嘛。係啊，咁我頭先咧都留意到啲歌詞，其實我哋 Pricewise 嗰啲家私咧真係好 smart 好慳位嘅。特別適合你呢啲身形咁嬌小嘅顧客。係啊，身形嬌小嘅顧客。係啊 ，Pricewise 啊嘛，試多次先。先生，試就可以試嘅，不過床嚟講咧，一般都係試瞓嘅，就好少會話試企嘅。仲有咧，我哋個名係叫 Pricewise， 你可以跟我試下。Pricewise。Price right. Price right.